先生太太你好，我想介紹自己。我叫 Ririn Eka Wahyuni， 我今年34歲。我個156ได้ไหม我ช่อง54公間ช่อง我信會教我唔識豬肉但係我可以煮豬肉我叻咗份我有一個仔6歲我之前喺香港做嘢6年照顧 BB 小朋友同埋照顧動物我識煮中國餸好似蒸雞蒸魚番茄炒蛋煲湯我識做家務拖地抹地洗衫燙衫煮餸買餸洗車同埋整潔屋企我想喺香港做嘢因為我想搵多啲錢俾我屋企人同埋我自己我會老實勤力俾心機做嘢聽話唔會駁嘴希望太太先生請我做工人唔該晒再見喺香港拜拜